阮永远的上帝啊，你差遣你独生的囝来到世间，互阮对伊得到活。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活，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搁用伊的疼留伫阮的内心，阮学罗你的名。至圣的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虔诚的承认阮有过失，离开你的道路，亲像迷路的羊，因为阮的软弱有侪过失，只有你知阮有做，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怜悯阮，恳求你为阮，恳求你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洗清阮的罪恶，帮助阮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阮的主啊，你是全世界人类的盼望，恳求你显现你造物者怜悯阮的百姓。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列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照着礼拜中牧师的正道，教示阮、启示阮，行伫你的道路顶悬。感谢耶稣，阿罗上帝，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用主教示阮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如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荣光归献给上帝，荣光圣歌圣诗赞美上帝，他的恩在你内，从来也永远的地。这是来启文56篇，出自约翰头一章。我来启，请大家来念。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伊面下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正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诚做人，
点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来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即时咱来讲听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是出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节到11节。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第1节，迄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叫全国人民拢登记户口。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咧古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施的。众人拢回去家己的厝、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大的伯利恒，就是大卫出世的城，因为伊属大卫的家，是大卫的世系。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迄时，玛利亚已经还孕，因伫遐个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到，就生头一囝，因母甲伊包起来，互伊困伫chỗ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迄地区有一群各样的人伫野外，每是轮流伫照顾因的羊。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主的阳光四面照因，因就非常惊吓。天使甲因讲：免惊，我甲恁报一个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日伫大必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就是主基督。我再用和合本2010年版读一遍。在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降旨，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办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大卫的城，名叫做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野外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都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啊，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
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愿主将所有的信息、智慧赐给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得到成长，得到拯救。这时诗班要用锦绣颂歌来学罗上帝。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地，上帝对道来创造，伊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迄个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面是手间，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济天兵甲着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学了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遮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各样的三角讲，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就紧紧去，找到玛利亚甲约瑟，搁看见婴仔困伫槽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报人知。遐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独玛利亚将遮个话去条条。心内常常地想，各样的倒去，为着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来归阳光，学了上帝。Oh
这时，牧师要用伫祭馆之处荣耀归上帝，来请林牧师。兄弟平安，圣诞恭喜！感谢诗班今仔带领咱同齐来献上对上帝的学乐甲称赞。今仔咱所领受这个经文是采用咱的这个通用经课乙年才有甲乙丙，咱今年拄伫咧乙年的这个圣诞主日的这个福音书的经文。原本这个福音书的这个经文真长，总共20节，但是因为咱的今仔日的诗班献诗的内容拄好，甲着咱今仔日这个经段的内容拄好有符合，所以牧师就甲伊先甲切起来，请司礼长老只有甲他读到11节，诗班咧献诗的时阵的这个口白才来补后壁的这个部分。伫咱的这个四福音书的内面有侪即个无共款的即个基督论。伫咧马太福音，伊去讲到的即个基督，伊是一个万王的王。伫咧马可福音，伊所讲起即个耶稣，伊是讲起到即个福音的起头，是对耶稣来。伫咧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伊去讲到的是迄个太初就有道的迄位耶稣。若是伫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路加福音书伊内面去讲到的即位耶稣，是迄位为着世间人降生伫咧即个卑微的马槽内面的即个耶稣。伫咱的路加福音的即个作者路加医生伫咧伊的即个咱讲伫咧伊的考究的下面，伊确认耶稣伊出生伫咧即个伯利恒即个所在，而且佫是出自即个大毕的即个世系，因为伊的养爸是大毕家族的人。为什么讲是养爸？因为咱知耶稣的老母伊是对圣神来安尼怀孕，咱讲圣灵感孕，并毋是照着即个讲所谓的讲是对并毋是对血统，也是讲嘛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所以咱用安尼来看的时阵，咱会通讲约瑟严格来讲，只是耶稣的养爸。因为耶稣伊其他的遮个兄弟拢是约瑟伊亲生。搁伫咧即个出生伫咧即个伯利恒的耶稣，伊主要是要安尼甲着即个大毕王，咱讲大毕的王朝来做一个即个连接。所以伫咧即个路加福音内面，耶稣的降生的即个记载，一个真要紧的即个意义，是在伫咧耶稣伊降生的迄个场所，甲着迄个伫咧天使伫遐咧报扬的迄个信息的迄个对象，到底是啥物人？为什么耶稣伊降生伫咧马槽呢？佮为什么即个天使伊所咧宣讲即个咧伫咧传的即个信息的迄个对象是遐个咱讲牧羊人牧者。为什么天使对遮个牧者伫遐对因讲恁伫遐会看到一个婴仔用着布包着，倒伫咧槽里，这要互恁做记号。对，记号真重要。无咱用想象讲，伫咧病仔共款婴仔出世，伫咧侪诶安尼，伫咧一天内面可能生了真侪个婴仔，但是要去找着迄个对天理迄个道成肉体迄位降生的耶稣，有可能会认唔到，所以迄个记号就真重要。
咱会通知影，平常时咱的婴仔咧出生的所在，若是伫咧王公贵族，当然是安尼出生伫咧即个王宫的内面。若是婴仔耶稣出生伫咧即个咱讲深宫内院，安尼可能一般的人就真无容易会通安尼去见到。就算讲是生伫咧即个咱讲平常的人家，要去找嘛无真容易会通去找着。咱若个来去看路加福音的第1章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就算讲是即个惊世的约翰，伊所出生的迄个伊所出生是来伫咧即个祭司撒加利亚甲着即个伊丽莎白的即个家庭。我相信，连惊世的约翰伊所出世的所在，拢比主耶稣所出世的所在搁较好，因为即个客店无客房，所以递到即个约瑟甲着玛利亚，只好安尼找着即个咱讲即个客店的即个后壁面的所在，伫咧是讲伫咧客店的下骹面的所在，伫迄个所在的迄个马条，即个所在，若照着伫咧当初时即个因的即个当初时的迄个地理环境，伊迄个客店有可能，迄个马条的所在有可能是一个山洞。所以咱会用想象讲，即个婴仔耶稣伊生伫咧马条，是伫咧什物款的一个，咱讲迄款的什物所在？这是伫咧以色列的一个所在，我所翕起来的一个马槽。咱一般咱想象的马槽，咱拢是亲像讲迄个茶店的有无？安尼看起来，佫有小可像摇篮。伫咧主耶稣的时代，迄个时代，这就是马槽。咱拢想象讲一个出世的婴仔，伊出世了，用布包咧，布包咧是要互伊安尼会通安尼困落直直。布包咧了，放伫咧马槽。是一个即个石头拍出来，定酷酷的一个所在。主耶稣生伫咧迄款安尼的所在，这个创啥物货？是马咧食饲料的所在。咱若看安尼马槽，咱就知影。所以这牧师翕的即张相片是伫咧一个算讲一个专门咧饲马仔的所在，专门要供应互即个军队要出去烧战，所以伊迄个所在有一大区的所在，拢总咧饲马仔，所以迄个马槽迄个饲料的所在就安规排安尼。伊佫用一个迄个模型互人知影讲马仔就是安尼伫咧迄个中间伫遐来咧食饲料。所以咱会通看见，主耶稣安尼伊是出生伫咧迄款安尼的一个所在。耶稣伊出世安尼伫咧安尼迄个安尼咱讲真艰苦的一个所在。也因为耶稣伊出世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景象所以会通互人真容易就来去认出，去找着即个婴仔耶稣，因为无人会将婴仔来甲伊放伫咧即个马槽的内面。所以即个路加医生伊透过安尼一个画面来去甲即个世间的人讲耶稣甲着即个世间特别是即个社会迄个上基层的人，伊来做伙，对出世就甲着迄个上基层的人做伙。伊毋是照着亲像伫咧马太福音内面去讲着迄个安尼有侪遮的咱讲贵族的即个访客，带着黄金、乳香、没药
来到伫耶稣的面前，来伫遐来甲伊拜伊。伊所写着的即个出世的耶稣，只有干那迄个伫咧旷野野地的即个安尼饲养的雇养的来伫遐来找耶稣。佮即个对天而来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传来迄个好消息，为什么会只有是干那大声传互遮个雇养的？因为罗家医生伊采用的是用着即个以赛亚书的迄个观点，就是讲迄个讲安那，讲伊要将迄个好的消息安那，互遐个善恰人，然后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天使用着迄个善恰人会出世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婴仔，伫咧马槽内面。咱能想象讲，有可能连就算讲是善恰人，伊的婴仔嘛无可能藏伫咧马槽内面。但是，伫咧即个所在，耶稣伊安尼出世的所在，毋若是出世安尼用布包，搁藏伫咧马槽。伫咧安尼的时阵，搁安怎？即个好的消息是大声是传互迄个安尼讲善恰的人来做记号。虽然咱伫咧即个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伫遐讲到安尼天使天君伫遐唱着讲安尼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但是伫咧即个经文内面，什么人是迄个伊所喜爱？谁是他所喜悦的人？伫咧即个所在，要表达即个好消息，毋是干那只有传互一寡人安尼尔尔，是要包含着互全民，要关乎万民的，是要互万民的，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互即个安尼王公贵族，乃是要互所有一切人来得到即款安尼好的消息。所以因为路加医生伊伫咧。咱会看见迄个路加医生伊的迄个神学内面，伊伫遐宣告讲上帝是安那，伊伫遐讲上帝伊对遐的迄个蒙恩悖义的，甲着遐个邪恶的人安那真慈悲啦。伊讲啊，咱的华语讲啊，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伊伫即个所在，伊所要表达的是，迄款安尼的迄个救恩。毋是干那，互遐已经安尼，那亲像讲是义人的，乃是即个救恩是要包括要互遐个即个蒙恩的、遐个蒙恩陪伊的、遐个社会人，因为安那伊伫迄中间，伊期待遮个人会通来得到悔改，来回应主的呼召。伊期待人会通伫迄中间来领受救恩，所以。上落尾，咱要问讲，为什么这个好消息是大声传互这个各样的？毋那是因为耶稣甲着这个这个各样的人将耶稣甲着这个各样的人来安尼表达迄个咱讲君王的迄个传统。因为伫咧撒母耳下卷内面，伊伫遐讲起着讲上帝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对牧场敬吊你。咱知影，大卫伊是伊有原是伊伫咧细汉的时阵，也是一个雇养的，所以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讲伊讲我安尼对牧场敬吊你，互你无搁饲养，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伫咧即个中间有一个即个咱讲即个君王的传统伫咧即个所在。但是咧，伊搁较要讲的是，伊伫咧即个所在，伫咧即个路加福音内面，伊讲起着是，迄个因是迄个即个各样的，因是迄个上帝，迄个咱讲伊的迄个宴席，伊的迄个宴客名单内底，遐个散车的，遐个行动无方便的，遐个骹摆失明的人。即个亲像即个各样的，因是迄个咱讲伫咧社会内面迄个上基层的，
遮个人多好是咱的主所邀请，伫咧主的迄个天国的迄个宴席内面，遐个伫咧迄个宴席的名单内面的人。所以咱会通看见的，虽然伫咧《路加福音》内面所描写着迄个诞生的耶稣迄个诞生的故事内面，检采咱会通看见，咱会用去想象，迄是一个咱讲，那亲像一个光秃秃的一个马座，看起来那亲像一无所有，但是上帝的阳光却是充满伫咧这个故事的内面，就较亲像这个各样的人同款。当因伫遐领受着迄个天使对因伫遐来传讲去讲起着即个主即个降生的即个消息的时阵，因并无充满了任何的怀疑，因是马上的行动。因伫遐彼此伫遐来讲着，讲安怎？讲咱安尼来去伯利恒。因伫遐听见着天使对因讲了，因马上因所讲的话，毋是伫遐有任何犹豫，因伫遐讲的是讲，咱来去伯利恒，看主报咱知所发生的代志。搁因伫咧找着即个约瑟甲玛利亚的时阵，因看到即个婴仔倒伫咧即个马槽的内面，因看见因看见了，就将天使伫遐来讲论着即个囡仔的话，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传开。特别伫咧即个咱即个圣诞的节期内面，当咱领受着即个圣诞的即个好的消息的时阵，咱犹原嘛是共款，咱无应该只有干那放伫咧咱的心内。反正咱爱学习伫咧经文内面，不管是伫咧迄个故乡的，是伫咧迄个玛利亚，因拢伫遐。当因听见着安尼迄个信息的时阵，因将即个信息放伫因的心内的时阵，因伫遐做一项代志，叫做反复思考。咱伫遐领受着即个好的消息、主的福音的时阵，咱有放伫咱的心内无？咱有伫咧放伫咱的心内，伫遐反复思考无？当咱伫遐安尼不断来去思考上帝的话的时阵，佫毋若安尼，佫怪安怎？亲像遮个故样的共款，因伫遐就开始来伫遐讲起，因将因所听见的，甲着因所看见的一切，伫遐亲像着天使对因所讲的，因就来伫遐来将一切归荣光互上帝，阿罗咱的主。就较亲像咱昨，我相信咱大部分的人伫咧昨，咱拢有来参加着咱的即个圣诞的宴会。咱所看见即个风雨南洋的即个戏剧的内面，马凯波斯，我毋知咱知影无？马凯波斯伊几岁来到伫咱台湾，甲咱考一下。27岁，我毋知咱27岁，咱咧创啥物会？当马盖波斯伊伫咧，咱通想象，伊27岁来台湾，所以伊伫咧，咱通想象讲，伊伫咧27岁进前，伊就已经听到即个信息。搁安怎？伊听见讲，伫咧远的迄个东的所在，有一个所在叫做佛摩萨，伫迄个所在需要福音。因就伫迄个种，伊就伫遐决志讲，我要来去遐宣告。伊就伫遐来受装备。伊当初时伊嘛安尼，伊敢若安尼学会晓简单的医疗技术。咱毋好看讲即摆马街病院啥物话拢足侪遮个医疗的迄落。马街当初时来到伫台湾的时阵。伊会晓的非常的有限。伊转来台湾，伊来台湾了，看了，伊搁转去加拿大，搁继续学侪遮。伊看见台湾的遮个医疗非常的落伍，伊个教育非常的落伍，侪文盲。伊伫遐开始医疗，伫遐来
侪人因为迄个喙齿酒气伫遐安尼生活真歹过，有个人伫遐满喙齿了无消炎，滴到伫遐来伫遐发烧等等遮个，滴到安尼，甚至有个人性命来拄着危险，但是因伫遐为着要回应主的呼召，因伫遐讲咱来去。伊伫遐就伫遐来，伊甚至伫咧加拿大继续伫遐来讲，伫遐来讲起着台湾的需要。伊伫遐来募集侪遮个对着加拿大迄边遐来募集侪奉献，为着是要来台湾来帮助台湾的人。不管是伫咧医疗，后来甚至知影讲伫即个台湾有侪遮个咱讲文盲。伊就伫遐来办教育，马街，伊伫即个所在来回应上帝，伊就伊所听见的，伊所看见的，伊就伫迄中间来回应，来伫遐来讲起着上帝的荣光。罗尾手安尼，即个安尼，咱的信仰的长辈。即个张天基牧师跟对着即个马街的即个脚架，佮将着即个宝贵的即个安尼信仰来传予伊的安尼即个儿女，包括着咱教会的即个开设者，咱的元老，咱的安尼张善心长老，佮着因的全家，后来佮传予。随行长老、煞接、恩姨、恩亲、恩心，以及罗尾手一直煞接过来，因每一户拢有3个囡仔。如果咱若无将咱所听见的、咱所看见的遮个代志，咱的囡仔。咱的遮个亲朋戚友、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事来伫遐来讲起，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款的改变，甚至来指出讲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互咱的囝儿时世去看见，即个信仰内面到底上帝伫咧倒位咧做奇妙的事，即个信仰无法度落实。会直到迄个福音会渐渐来变味去，甚至即个信仰会离开咱，会哪来哪远，甚至咱会感觉讲，即个信仰甲咱哪亲像无关紧要，因为咱无去经历着，甚至去担着咱所谓的叫做福音的迄个尝到迄个福音的滋味。咱无去尝到，咱尝不到那个福音的滋味的时阵，即个信仰甲咱无关系，因为迄个信仰变做是，迄是牧师你咧讲的，迄是圣经内面咧写的，甲我性命无有关系。所以咱需要一代一代不断伫遐咧讲的时阵，咱其实咱对咱的圣经内面，咱就会通不断伫遐来看见。咱用想象讲，迄个以色列人因对出埃及。一直到伫安尼后来，因转来到伫即个迦南地，迄个中才知影差几地尔。照着即个约书亚记内面所讲起，当约书亚安尼离开，咱讲他离世了，即个。后壁的就渐渐，这以色列人渐渐已经袂记咧上帝的恩典。是安怎因会袂记咧上帝的恩典？因为无讲，甚至因无有经验。因去看见着，当因你用想象讲，原底以色列人，因原底本地会用讲是一个游牧民族。你用想象讲，伫咧旷野内面，因是安尼伫遐咧迁徙，所以是一个游牧民族。这游牧民族，因去到倒，咱讲逐水草而居啊。但是当因进入到伫即个迦南地的时阵，因过来，因是开始伫遐分土地了，因开始爱建造。
当因开始建造的时阵，因原底迄个本地引出来因的迄个上帝搭即个时阵，因伫咧即个迦南地，因伫遐开始建造，因毋是开始用着即个游牧民族的即个生活的时阵，因开始去看到，这个外邦人因所拜的巴力，是迄个暴风雨的神。因伫咧即个以色列即个迦南地的所在，咱讲巴勒斯坦的即个地区，迄是一个足大数的所在。因所建造的需要有侪雨水，所以因伫遐即个外邦人伫遐来拜巴力，因伫迄个中间嘛开始感觉讲，阮嘛应该来拜即个巴力，因为阮需要有遮个水源。因认为讲咱的因所敬拜的即个上帝是迄个山神呐，也是讲迄个战神呐，毋是迄个农业神。因为因无传，即个顶一代的人无传，直到即个下一代的人伫遐感受袂到，即个上帝是一个各真各活，是迄个大宽容的上帝。因伫迄个中间，因就伫遐将因的所拜的上帝来甲伊看小了。因感觉讲，即个上帝只不过因即马需要是一个迄个管迄个风雨的神。就甲亲像咱伫咧咱台湾内面，咱侪人拜妈祖，但是到底恁咧拜妈祖是咧拜什么意思？有人知？妈祖是啥？妈祖是海神，敢毋是？所以咱去到伫迄个，尤其是咱去到伫咧沿海的所在，侪遮个妈祖的即个信仰非常的兴，因为因行船，因需要有人保护因伫咧船行船的时阵，会通伫遐安尼得到平安。所以咱会通看见，如果咱若无有传，无将咱所听见的、咱所看见的来传互咱的遮个世世，一代搁一代传落去，落尾手就会亲像咱所讲的，迄个一代兴，二代明，三代无明，四代莫使你请我无用，五代就规个生命满处经啊！我用我家己的家族的例，我的外公，外公是牧师，伊是军队着巴克勒牧师，伊读台南新学院，伊军队巴克勒牧师，伊是巴克勒牧师的学生，就甲亲像咱的张天基牧师，伊是即个马街牧师的学生同款。当我的阿公，因真艰苦，伫遐咧参与宣教，连咱即马咧读的即个台湾教会公报的前身，就是我的阿公，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写，伫遐开始，伫遐来印刷，伫遐来发，迄当阵叫做《醒世报》。伫迄中间，当来到伫我的妈妈即代时阵，我的阿公敢毋是安尼军队巴克勒博士，但是到伫我的妈妈即代时阵，得到上帝侪恩典，到伫第三代，到伫我的即代时阵，我有侪有一寡遮的兄哥信仰就开始偏去。我有一个表兄，落尾手，因为伊伫遐注重即个咱讲俗世的这个代志，因为伊当阵我若无记毋着，我即个表兄过去伊早咧开奥多麦店，后来生意做失败，伊就开始去找易经，去伫遐咧找。开始咧学算命，敢若第三代，毋免到第五代，第三代信仰就偏去。落尾手，我即个哥哥落尾手后来，安尼伫咧遮个亲人的祈祷的下面，后来伊又搁转来到伫教会，
但是伊迄个时阵已经非常的落魄。好，感谢主，后来即个家庭、即个家族，我的即个哥哥因即个家族后来有一寡即个囝儿孙后来信仰搁恢复转来。有个人甚至即摆我知影的是，嘛有伫咧新德教会咧做中职。我伫咧即个所在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看面，就算讲遮个人落尾手走偏去，上帝犹原会搁甲找倒转来。但是是安怎咱会经历着安尼的迄款的代志？是因为咱顶一代的人无好好传啊，无好好将咱所经历着的，咱可能伫咧咱生命内面去拄着一寡遮个艰苦的代志，侪遮个拄着苦毒的代志的时阵，咱无去回想着讲过去，咱安怎去领受着上帝恩典，佮将咱安尼去领受上帝迄款遮个事业来讲，互咱的遮个事实来听，互因去了解着，因去知影着讲，原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原来这就是上帝伊所做的代志。因为咱伫迄个中间，有可能咱伫遐讲起着是，敢若讲起着讲，这就是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所拍拼的结果。伫迄个中间，咱无去讲起着上帝的作为，直到伫迄个中间，咱渐渐开始高举咱家己的时阵，上帝的名无伫迄个中间得到荣光，渐渐人。迄个一代搁一代的信仰，就开始将迄个焦点对上帝开始转向伫干那只有看到人。这就是侪咱伫咧看见到遮个安尼几啊代的即个基督徒的家庭内面，咱会通看见的现象。如果咱也无讲，咱也无传，咱所拄着的就是安尼。所以咱应该将咱伫咧即个咱咧将咱家己的即个生命，咱的所有的经历，咱爱将咱着咱所听的、所看见的，来向人讲起着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大的作为。所以我伫咧真侪时阵，我不断伫遐来唤起咱所有众兄弟，咱应该不断来向人讲起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所做的。因为当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讲起着的时阵，你就会看见上帝，伊毋是干那迄个只有干那你所讲到的遮的安尼若定，乃是当你伫遐不断伫遐来讲起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所做的，当你伫遐不断伫遐讲，你伫遐咧讲起着上帝恩典的时阵，迄就是一个讹落上帝。当你伫遐咧讹落上帝的时阵，你用想象，咱伫遐讲起讲上帝伊的宝座是啥？用以色列宝座所起造的。所以同款，当咱伫遐来讹落上帝的大作为的时阵，你用想象上帝伊的宝座就设立伫咱的中间，设立伫咧你的家庭，设立伫咧你的生命内面，设立伫咧你的工作的内面。伫迄中间，你要经验着上帝伊怎样带领你迄份跋过、跨越你生命内面你所拄着遐各样的困境。如果你若无讲，你经历着袂着迄个搁较深的。所以咱会通，如果咱若无定定讲，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更讲敢若讲过去，你无有新的物件。但是咱不断伫遐来讲起的时阵，当你不断讲。你的生命内面要经历着搁较侪，当你伫遐搁讲起着迄个新的你所得到、你领受到的时阵，上帝伊要加添侪的赐福伫你的中面。所以弟兄兄弟，摕咱即个圣诞的这期，咱期待咱每一个人，咱会通照着咱安尼不断伫遐来讲起着上帝。伊伫咱生命内面的迄款安尼的改变，咱的迄个生命的见证，来去领受上帝迄个搁较大的迄个恩典，咱的主伊的名就要因为咱
来得到阳光。搁侪人要因为咱的性命会改变，因的性命嘛要因为咱来得到改变，要得到对上帝来祝福。所以感谢主，咱透过咱所领受这个圣诞的这个安尼这个真要紧的这个好的消息，咱毋是干那安尼知影，藏伫心内，伫遐反复伫遐想，搁来咱要有行动来人来传讲。讲起着侪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所行迄个奇妙的事，咱就要经验着更较侪上帝迄个大的作为，要伫咱生命内不断伫遐来有迄个新的物件来人来宣讲。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届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当阮伫咧即个庆祝主你降生的这日子。恳求主圣神帮助阮，激励阮，互阮会通亲像遮个故样的共款。当因伫遐来听见着天使对因所传即个好的主降生即个好的消息的时阵，因无任何的遮个怀疑，因只有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欢喜烧酒伫遐讲，打咱来去。主啊，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也有安尼迄款的心志，讲打阮去出去，要来人，阮毋若要去经验，要去毋若去听见，阮也要去看见，伫咧圣经内面所讲的，要成做阮生命内面迄个养分，要互阮。侪会经历了，阮要来去人来讲起着阮所听见、阮所看见的，就互侪人因为阮生命的迄款的改变，主你亲自做奇妙的事，互侪人因为阮生命迄款所发出迄个基督的香味，要互侪人因的生命嘛要得到改变，要来领受主你来迄个恩典的祝福满满。但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激励阮，互阮当无搁再成做一个迄个点点无咧传的基督徒，乃是阮要伫咧即个特别即个助力圣诞的这里对单开始，阮要成做一个人来宣讲助力福音的一个助力的学生，欢喜军队助力。听主你的声，看主你的作为，就阮要伫迄个中间来报扬、宣扬主你的大权能，互你因为阮来得到阳光。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举行即个圣礼典，这是咱来吟圣诗352首，圣诗352首，圣会所行的礼仪，嘛请要小儿洗礼的父母来带着细囝来到伫台前。圣会所行的礼仪，有关系的小礼，亲像不用。
也做成，在早事多就行，毋是现今才日定，父母体行的朋友。阮伫个帮赞是靠耶稣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伫世人中过活了后，还袂上天的大仙有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学生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耶稣讲：用阮细囝，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伊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的事，犹古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后事。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面前来告别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即个约。请会众来起立。父母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伫伊的教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角有份担当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礼。咱三角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引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有隙，直到成人的时，互伊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佫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伊的父母，甲囝仔要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个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
原来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啊，会长请坐。啊，吴木平吼，是陈安吼林雅的第二查某囝，啊，安尼也是明达长老吼，诶，迄落啊，安尼即个孙吼，诶，咱搁一届啊，恭喜因吼，来拍手恭喜因。谢谢。啊，这是咱要来啊信用告别，咱啊来，今仔日咱伫咱中间，啊冰莹有来吗？冰莹有来吗？有没有在有没有在？咱的冰莹这位姊妹吼，啊，因为伊有迄落肠燥症吼，所以伊较无法度啊，伫咧咱的即个大堂内面做礼拜啊。但是经过咱安尼参加着拜二的即个团契，拜四的即个少年团契啊，甲着即个周四小组啊，安尼因渐渐吼，安尼有法度来参加聚会。啊，迄落安尼慧丽老师吼，就鼓励伊会通安尼啊，有机会来参加咱的即个主日的礼拜。有特别甲交代。嘿，伊平常拢参加第二堂礼拜。好，啊，咱的这位姊妹，以为吼，伊来，因为伊拢过去拢参加11点的，所以当做要来参加11点。好，安尼伊就安尼后一遍，才来迄落。好，这是咱来啊来行圣餐礼，请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咱坐咧吟就好。
伫主的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因。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我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也圣别，才会伫你面前下这个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还阁有人还袂领受的。冰姐呐，因为他是已经在外教派洗礼。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啊，也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你若啉的时，就安尼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着杯了后，咱就安静伫遐来默想、反省。敢有人无摕着杯？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即时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即时要来收杯，咱共款搁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咱请。
这是咱要来补这个迄个信用告别吼，咱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咱一个吟。咱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这条徛伫咱面前的是已经伫北宗派受洗礼，今仔日要行信仰告别，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黄炳云，你已经伫北宗派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赏赐互你。当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你你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重新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黄炳云，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救的赦免，啊无？你着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但恁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着南洋小会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着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阮感谢你对黄炳云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阮感谢你，因为对伊告别家己的信仰，
你予伊有份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咧生活中得到好的帮赞。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着你的恩典接纳伊。伊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互伊会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接纳，咱请长老同齐来接纳。恭喜。黄冰莹吼，你看头拄也无来，因兜离咱教会有近无？拄伫咧咱即个边仔即个巷仔路挖过吼，迄个叫啥？农药行的对面遐吼，离咱教会是算上近的吼，下厝边吼。安尼伊过去以早是伫咧复兴堂伫遐领受洗礼，后来安尼伊老爸手就近伫咧咱的教会安尼来伫遮聚会，后来佫甲邀请，伊欢喜来进入伫咱的教会，所以咱用鼓掌吼，佫一摆来欢迎你伫咱中间，谢谢。这时请大家起立，阮来做信用告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人来受苦，定时个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管论奉献，请。方美珍执事跟尤佩仪执事来，想看佩仪来实践。
请起立来吟奉献诗。起立。感谢你，互咱会使奉献。我所有诶，拢是你互阮诶，我诶奉献拢是阮心肝乐意诶。求主你见谅阮诶奉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诶名，阿门。请坐。即时要来颁发信德奖学金，我甲时间交互郑美光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咱即个时间要颁发学士奖学金吼，学士奖学金就是要鼓励咱的细囝，伫教会内面，伊愿意主动来学士吼。这甲伊课业的表现无直接的关系吼，所以咱毋是看成绩，是看伊伫教会内面学士的即个态度。也就是讲，咱伫信仰的顶悬，咱的细囝是将信仰甲挖出来啦吼。所以咱即届呢有国小组甲青少年吼。国小的部分，今年度老师开会推荐的是薛雅欣，雅欣请出列好吗？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哈。来，徛遮就好，因为敢若你一个，你徛遮就好，来。因为雅欣足认真的吼，老师你上课的时吼，上课若结束的时，伊家己拢会主动吼去倒收课本啦吼，将遐文具拢甲收好吼。拢免老师讲，伊家己就足热心的吼，这是真好的表现吼。国小组吼，郑美珍长老毋知有来无？我来，郑长老，请你来颁发，好无？好，恭喜吼！恭喜！就像是拄仔牧师讲道所讲的吼，咱咧甲囡仔讲啊，吼，爱教啦吼，来，过来就是青少年组吼，有3个啦吼。第一个是薛雅信，搁第2位是庄涵，第3位是黄瑜杰。但是听讲瑜杰无来，哪有人发遐大声哈？阿嬷晓，好，阿嬷。妈妈伫遐，不要紧，不要紧，拢共款啦吼。转去一人分一半，不要紧。好，安尼这个吼，咱请李长老来颁发吼。第一个是瑜姐，第一个是瑜姐，嘿，对，这有摆好的吼，有摆好的。一起合影啊，一起合影啊。来看前面啦，看前面啊。好，恭喜恭喜啊！好，学士奖学金是足特别的啦，因为伊无咧论成绩啦，是论咧教会的学士啊，所以你会当鼓励你的囡仔咧教会参与学士。即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出自《约翰福音》第2章14节。咱做伙来读先用台语来读。愿荣光归于至高的上帝，
愿以赐和平，予地上伊所以爱的人。路加福音第2章14节。这是国用和合本来读一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第2章14节。好，多谢。这是要来迎新报告吼。今日先报告有2个新来的吼，派者我找2位新来的朋友是，他们走掉了是吧？那个是由那个芬兰传道带来的，他们离开了是吧？本来我看他们坐在后面。他们已经回去了，因为我跟他们说到11点，所以我跟他们说到11点，因为他们跟人家有约。好，我们谢谢芬兰传道哈，带朋友来这边哈，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新来的。或者第一次来。那个银莲姐旁边那一位。银莲姐旁边。哦，好，谢谢。银莲姐，你旁边那位是？自我介绍一下。好，欢迎你啊！欢迎！等一下我们再准备一下那个哈。还有没有？没有了哈。那我们来做那个今天的报告哈。抱歉，这个东西有一点乱。今天是这个圣诞感恩礼拜哈，因为是和堂哈。那我们中间有圣礼典，刚刚已经举。那我们恭喜2位新的成员呢，就是黄冰莹跟那个吴木平哈，加入教会的大家庭啊。那礼拜以后，教会有准备这个昂古贵啊，做圣诞糕送给大家哈。那你可以带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哈，也告诉他们上帝的好消息。那我们会后有特别准备的，我们在圣诞节都有特别的爱餐，所以会后请大家移步到中庭啊。那我们有庆生会，也有爱餐，好，那请大家留步，可以享用上帝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好。那我们刚刚颁发了服侍奖学金，啊，对。团契的同工来说，今天是关账日哈，那请将那个年度结余款呢交回给那个财务组的庄芳美长老哈，那我们可以这个结账哈。那另外2023的收支凭证啊、现金账啊、分类账啊，我们要在下个月的14号以前，你做完了你就交给教会啊，因为马上中会也会查账哈。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准备。那另外我们要准备和会手册哈。那下礼拜天呢，大家请来参加这个2024啊新任会长的就任。那各团契的干部也预备心哈，要准备开始迎接新的年度。好，那因为要迎接新的年度，所以这个礼拜呢，请大家把这个年度结算表，还有施工报告表啊、预算表啊等等的，都交给干事，好准备和会手册。那另外，这个团契所使用的场地，也请大家协助来整理。那我们在31号以前，希望能够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哈。那特别团契在用的地方，好。那下一季的行事历啊，已经放在招待桌上了啊，请大家自行取阅。好，那我们也要为正宫长老啊去参加这个缅甸的宣教啊，为他特别的祈祷哈，希望上帝的恩典跟他同在，也把福音啊传到可以传的地方。好，那有一些肢体消息的我就不再特别报告了。
那今天晚上啊，我们还有这个烛光晚，烛光的泰泽的这个祷告会啊，欢迎大家来啊，因为泰泽的这个祈祷会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祈祷会。那在今天晚上也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祈祷会。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补充？好。兄弟平安。有几项代志要提醒吼，因为拢拄好关系着咱今仔日。第一项就是迄个红菇粿吼，即个物件吼，因为内底无放任何防腐剂吼，所以请你也不要多拿，一份吃了就好，多吃了对你无益，上好就是你摕去分享互你的厝边隔壁，甲伊分享即个上帝听，所以即个红菇粿内面吼有2种的口味啦，一种的是迄个红豆芽，一种的是咸的迄个菜脯米的，安怎分吼？你若看迄个底仔是粉红色的，迄就是红豆，你用安尼记就好啊。另外一个迄个小可较透明的迄就是菜脯米的所以你咧摕的时阵，照你介意的会口味摕啦若摕完你就只好摕另外一种安尼。咱等下迄个爱餐的时阵，有一件代志一定要拜托咱大家咱过去迄个爱餐的时阵，有当时造成咱的迄个清洁阿姨会困扰，因为咱政府有要求咱爱做迄个分类所以咱伫咧爱餐了后，请咱一定要做分类和清楚你若是迄个餐盘是纸餐盘之类的，你用完了你要丢麻烦一定要把遐个食物残渣拢甲伊清好清去了，爱摕去水池甲伊清好清去，才会使去放咧迄个咱的回收的那一边所以请咱毋好全一捆头总拼落，伊造成迄个咧清洁阿姨因足大的困扰，因为咱遐济人着一人一盘就好啊，伊爱总清过了，伊才有法度等那造成咱的迄落别人的困扰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迄个基督的香味，毋好互人甲咱看轻去过来就是咱今仔日迄个较等的礼拜刷了后，请咱的中级小会员以及今仔日的洗礼小儿洗礼，甲着即个信仰告白冰英姐爱来欣赏安尼才有法度来那个制作迄个洗礼证书给大家那过来就是咱今仔日延暗晚上8点的即个泰泽的即个烛光祷告会因为伫咧咱的迄个项目内面有一项浸墨真侪人毋知影要安怎浸墨所以牧师特别要伫咧迄落8点进前7点半。要来教大家人安怎做定静操练所以若有人对要安怎浸墨毋知影要安怎浸墨的是讲静袂落来牧师会伫咧7点半的时阵带大家人来操练一下如何浸墨。那浸墨完了以后，咱都好8点就来开始即个泰泽的即个烛光祷告会所以特别安尼来咱大家人。来做一个提醒，以上。即时咱来做迎新的讲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严寒的冬天，你给我们春天的盼望；在动乱的世代，你赏赐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传播你要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好消息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让他们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盼望，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向你献上祈祷，因为现在要选举了，愿我们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可以选出合乎你旨意的领导人物、政府官员，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在你的旨意下向前迈进、成长，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喜
乐。主啊，我们也向你恳求，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有一个教会可以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传扬你的好消息。主啊，我们谢谢你，昨天晚上让那么多的同工努力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晚会。在晚会中，我们再一次的体认，虽然环境很困苦，虽然事情并不如意，可是我们要效法阿嬷的精神，注目在耶稣，专心的祷告。我们知道万物都有你的旨意，万物都为你，万事都为你效力。主啊，我们愿意在新的年度里面注目在你身上，不管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记得圣诞晚会所看到，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把眼光都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也为你向献上感谢，求你看顾我们新年度的事工，让教会的事工能够真的宣扬你的好消息。主啊，我们教会有许多人身体不舒服，你是信实的主，你也是医治的主，你也是保守的主。主，我们把他们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特别为那3个孩子指恩指佑他们的阿嬷金兰姐向你恳求，求你的怜悯，因为她的肺不舒服住院了，真是求你的医治，求你的带领，也继续看顾这3个小孩子。主，我们也为路人杰子向你献上感谢。他虽然跌倒，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仍然勇敢地服侍你，在传扬，在各种的福音事工上继续的努力。我们为你献上感谢，也求你继续看顾他，带领他。主啊，真的教会有许多人都有身体健康的问题，精神有这个困难的时候，主，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求你，让我们都能够转脸向你，看着你的注目在你身上，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看顾，得到你的恩典，来补足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渐渐的恢复，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面对环境的困苦。主啊，我们谢谢你照顾我们1年的时间，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看顾我们，带领这个教会来传播你的福音。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是咱用信息388首来俄罗上帝，俄罗了，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引转手。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以真正胜。各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听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啊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
日倒必辉。请大家移步到这个中庭哈。那我们今天有爱餐，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庆生会。